台中一个公车司机透早6点外，为客运的停车场驶到大甲国中，准备要来发车，结果去压到路边的轿车，伊无停车，是甲车回转来继续来驶，刷落来，佫一路连弄8台车。警方到场，这个司机无啉酒，但是精神当下，甲门当甲你硬塞，送病医发现，这个司机竟然是脑中风，目前等咧急救。 公车驶过，突然间去弄到路边的轿车，司机无停车，佫继续开。经过十字路口，司机佫去弄到路边的车，同款无停，佫西翻头开走。公车一路弄开300外公尺，去弄到8台停伫路边的轿车。这轿车的车尾拢弄甲落落，公车拢无停车，佫继续开。经过起诉发现，赶紧报警。 对伫公车后面，快开一个客运停车场。上面有乘客自己走下车签名的时候，就是手有点抖，然后本来坐着站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点晕眩。警员酒测并无啉酒开车，但司机讲话乌白搭，细心。警员感觉唔对，将伊送病院，发现脑中风。 驾驶员的话，他应该是昨天才休息，今天来上班。一天的话，开车时间会安排在10个小时以内。 警方调查，一个司机透早6点外，对于客运的停车场出发，要去大甲国中发车。突然间身体无爽快，开始去弄到路边的轿车，司机拢无停车，讲硬动，也搁回转开倒来停车场。一路上包含公车，总共9台车被弄害去，客运公司已经出面处理。